小姐，去将咱拍到的鸟捡倒转来。是。喂，请你将这喊阮，还是阮小姐拍到？这只鸟啊，是恁小姐拍的。哼，真是好本领，好本领！叫你将这喊阮，你收听到无？请问，恁小姐是？我甲你讲，阮家小姐是市王府的。小姐，慢咯，别讲，紧将咱的鸟摕倒转来。是。小姐，真歹运，出门拍一个大灯，这种问东问西啦。咱来倒。市王府的小姐，原来是市秀妃的千金。市秀妃有这么正水的查某囝，不如我将步兵都交予市王爷。我陈友良的祖上若是有德，会当带着市王爷的查某囝做家后，唔惊伊将来无功名远大的前途。小姐，你是什么时阵来的？我已经等了规半无久啊。我哪会拢唔知啊？你安尼认真去看书，哪会知影我来咧？小姐，对你真失礼。咱是同一家人，哪会来讲失礼啦？小姐，无喏，什么同一家人？我是恁兜的佣人，我当然是爱安尼讲啊。那我袂你安尼讲。你来阮兜遮尔久，阮感觉甲你当作佣人看待，我袂你安尼讲。这是小姐你的和蔼啊。伊阁是小姐，你莫安尼讲好吧？要无你是要叫我安怎讲嘛？叫我的小名小秋啊。什么呀？叫你的名？哎，这要哪会用的啦？那袂用钱啊。人我爱你安尼叫我。好，爱安尼叫就安尼叫。我要你即马就安尼叫。即马？小秋小姐。叫小秋就好啊，莫阁教小姐啦。好啦好啦。武大哥，啊你这么认真看书，有闲就你看书，将来一定真有成就哦。当然会当安尼啊。既然你安尼爱看书，过去我甲咱阿爹讲，叫伊莫叫伊做其他的代志，你认真看书好唔好？是真实的哦。多谢小秋。洪武兄，你是伫个什么所在？你敢会转来看我？洪武兄，
寒暑去匆匆，阮都有咧思念伊的风啊无良的动心，厝的美梦，如今要出梦，恐会来心痛，叫秋风的厝的来呀。草木浓，干渐红哟，不秋风。山上景物随往。也为看咧一来啊，阮你咧无个牛刀。洪武兄，这支片仔是你送我，我要踮在遮分互你听。但愿你会当听到我伫咧分片仔，早一日倒转来看我。阿英，阿英啊，阿英，阿英。小秋，你哪里是咧创啥？阿爹，你看舞蹈可以啊？哎呀，唔免讲，我拢有看到啊。阿爹，你要有看了，你来替人做主啊！公主啊，哎，光贵啊，我无。哎啦，你唔免惊，我会骂你。哎，光贵，确实我无存心不良呢。我知，我知影你真捌规矩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既然你甲小秋有相依爱，我嘛感觉真欢喜。哎，无，光贵啊，我吼，唔免搁再讲，我真清楚的咧。本来我心肝内就有一个拍算一个，是讲小秋都还阁少岁，还希望你啊生理较骨力好咧。将来啊，我就免为恁伫咧操心啦。这意思你知影啊？哎，无咯，光贵，我吼。好啦，回头我的成全你就是啦哈。哎，光贵啊！哎呀，我为怎样会做出这款懵懂的代志？阿英，现在你是怎样伫咧过日子的？
王母兄，你是伫个什么所在？你敢还阁会转来见我？敢讲这支片仔，互阮安尼啊打破，就亲像咱两个人永远无机会通好见面啊是？袂，绝对袂！我已经将这支片仔家修理好啊，我要永远住在我的身躯边，但愿咱还阁有见面的日子。阿英啊，阿弟啊，阿英，你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，阿爹知影你的苦衷，为着这个家庭，互你真受苦，我袂阁互你甲阿忠成婚。阿弟啊，这阿爹替你把福啊款好啊，去离开这个家庭。阿弟啊，希望你会通找到伊做父母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囡仔，你若对伊，将来才会幸福。你的年岁也袂少啊，你会用个家己去找你家己的幸福。赶紧去，阿弟啊，去。你爱较保重咧。少爷无饭啊啦！少爷，这大卡我这大卡的饭香食了了，佮讲还袂饱。你命较好嘞，俺一顿食偌济，你也毋是毋知，谁嘛不爱煮较济嘞，赶紧煮啊！哎呀，你嘛唔知你搁再吵。爸，你看，这奴才吼，俺若袂食饱，就无饭啊啦，毋知咧创啥。嗨，你讲话嘛是较细声的，唔通我13顿为着食饭，啊你大细声了。你家己小想诶，你20外岁啊，咱一骹步你都还袂晓行，人就甲你捐出富力，哈，一顿啊，甲我食到迄个大汤饭一桶。恁爸唔加才还有一块啊，也若无早，这边老骨头都已经互你补完去咯。爸，上届你要甲安生，安是你的囝，无食你是要食啥人？嘿，啊世间什么人亲像你啊，这款遮好食，食几大餐饭，啊达你的腹肚是甲我消对对去啊。啊，我不管啊，要搁食，要搁食饭啊！啊，好啦，我再搁叫厨房赶紧煮，来，少爷甲扶你去，少爷甲扶你，哦。赶紧的啦！好啦，来，哎，厨房啊，我甲我煮一点嘛哈。一点仔无够，爱煮较济。啊，好啦，啊，天啊，但我是安怎样，啊哪会生到这个下车袂行路的囝？天啊！有影，我跟你讲哦，叫厨房赶紧煮，无较日我才发脾气，知影？好。小等者哦，安贵，我还有一个道理讲，要来求一个方便啊。好，我去甲请你。啊，请你一摆。安是原话，
不必多礼，请坐，请坐。元月，三人因为路过此地，想求元月一个方便，布施淡薄仔清茶淡饭。清茶淡饭，哈哈，若是清茶，这是随时就有啦。要若讲要食饭的吼，我的厝内面，为着这个三顿食饭，不时都一块仔哩大细声。看元月，并非贫寒之人，这话是安怎讲？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老汉不幸有来生到一个宝贝仔囝，今年20外岁咯，但是一骹步都也无法度通好教我行。一顿啊，甲我食迄个大汤饭一餐，你甲想诶，一日3顿，暗时啊就去甲我食一点心。哎呦，我吼！你一个月就爱3车米互伊食，也袂饱啦。你替我想看觅，看你我要哪会堪呢？真是见未所见，闻未所闻。是啊，拄则啦，大厂的饭馆食落讲压过一个腰啦。迄个圣地一个牙只食甲咱有诶，你甲看，弄甲我爸。看安尼，所以老汉才赶紧叫人去煮。那听元月你安尼讲起来，玲珑必有其情咯。咱嘛是惊讲破病咧，请外岁大夫来个看咱，每一个大夫都是咧讲正常无病啊。元月，哈，要不你请玲珑出来，互三人甲伊看觅。是是。来人啊！好，少爷甲伊讲出来啊！哎，来，甲讲出来。洪主席啊，要按了事啊！嗨呀，较细声的，咱兜有人摕来去。先生，你看哩，安尼好端端啦，也敢若袂行路啦。你即摆伫咧讲什么话啊？我是讲玲珑并非无用之人，将来必是国家的栋梁。先生，你咧讲话敢什么人要相信？打这个卡笑，要这什么好？看玲珑的相貌，并非顶寒之辈，伊是一个困好星下凡。啊！困好星是。当今天下大乱，此乃是天意注定，正是乌元元气该尽，汉人要来收复汉土的时机。天时六度，困好星就会清醒。玲珑是将来要统掌乾坤，迄个真主的五虎将之一。先生啊，你咧讲话阁敢若真实的。此乃是天机，信不信由你。准这我先生，你讲话是真实的啦。他一只困虎星，甲我困20外年啊呢，他一个困甲一当时才会醒起来。天时六角，伊就会清醒。
无一定迄一天就将要来临咯。要食饭，你干来还要食饭啦？是一只困老鼠下凡的，俺要困到什么时阵才会精神？俺要精神，俺要紧精神去咯！